點解有古話話富不過三代，窮亦都窮不過三代呢？喺歷史上咧，每到改朝換代嘅時候，人口就會減少，有時候仲離譜到咧2/3嘅人口咧就直接物理消失。喺秦朝統一六國嘅時候咧，全國嘅人口咧差唔多有3000幾萬人，但係喺劉邦建立漢朝之後，全國人口直接減少50%，得返1500萬人。依家省城廣州市咧戶籍人口即係本地人，先至得1056萬人。你睇下，一下子死1500萬人係有幾恐怖嘅，直接直接屍骸遍野。到咗西漢文景之治之後咧，經過幾代人嘅繁殖，人口由1500萬人增加到6000萬人。但冇幾耐到咗西漢嘅末年，由於天災同埋綠林赤眉起義之後咧，即係戰爭，人口咧又再一次減半，全國一下子咧又死咗3000萬人。你以為死咗3000萬人苦盡就會甘來咩？你就以為社會嘅生存環境慢慢就會變翻好咩？唔係，到咗東漢末年，死嘅人死得仲誇張。經過黃巾起義同埋三國唔知咩戰，到咗赤壁之戰之後，全中華實控嘅範圍，即係蜀國、魏國、東吳，總之係3國啦。冚唪唥嘅人口加埋晒，先至唔夠200萬人。我哋一個區順德或者南海，隨便咧一個區都有300幾萬人，比當時全國嘅人口咧加埋晒仲要多。所以你睇下幾恐怖，死咗幾多人？就連曹操都寫埋詩：白骨露於野，千里冇雞鳴，新聞百為一，廉枝斷人腸。意思就係咧，因為戰亂，人都快滅絕啦，周街都係死屍，連雞狗都冇一隻。喺我哋近代仲犀利，喺清末全國人口咧差唔多有4.3億，經過太平天國起義到結束之後咧，全國嘅人口咧得返2.3億。太平天國起義一共13年6個月，13年一共死咗2億人。呢啲係官方統計嘅，未統計嘅真實嘅可能仲多。所以點解古話話富不過三代，窮亦都窮不過三代？因為由古至今咧，只要有戰爭，只要有起義，只要改朝換代，你哋有錢冇錢嘅一樣好容易含包省，一樣好容易含包富貴。喺古代你有錢嘅有田嘅，可能收埋啲穀種，只要你避過戰爭嘅風頭，有可能咧就存活落嚟。但係如果你窮嘅，一係直接俾拉去做壯丁，一係就直接俾當軍糧自由咗。曹操同埋黃巢時期咧，曾經有記錄過用人肉做軍糧。五胡亂華嘅血族仲屌，將我哋漢人即係漢族咧稱為兩腳羊，幾乎成個北方嘅漢族咧都被食到絕晒種。所以講到呢度咧，又有個辟謠啦。我哋喺網上咧睇到嗰啲揩揩地嘅人話咧，人食人係唔得噶，人食人咧係會感染嗰啲軟病毒噶，係會變成喪屍噶。嗱，你睇到呢啲歷史記載之後咧，你仲覺得人食人有冇問題咧？仲軟唔軟條鐵病毒咧？仲會唔會變喪屍咧？所以喺古代到現代，富不過三代，窮不過三代就係咁嘅道理啦。係因為幾乎1半以上，甚至係90%以上嘅人，你哋有錢冇錢，一旦發生咗戰爭或者係戰亂，直接咧就係屋企死一半人，或者係含包省。